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本人，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1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今日无搁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这嘛是按3月初9到今国内无搁增加确诊案例的头一日。近来台湾送水烟予外国用中华航空的飞机载去，敢会予人就是中国援助的？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确实有必要表明台湾和中国无共。药局卖水烟真辛苦，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统计讲，目前台湾头尾已经有240间药局申请无要搁倒卖水烟。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说明讲，今日拢无增加到武汉肺炎的患者，国内共款保持393宗病例。另外，针对徛名卖水烟制度的改善，指挥中心嘛讲，国内4岁到8岁这款寸笑的幼囡仔水烟，拢无要搁开放落去药房销，就要去网络注文才买得到。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好，25天没有零确诊案子的煎熬了哈，那每一天平均都大概将近14。好，那我们今天跟报告，今天我们是零确诊。当然，疫情还没过，不会说一天的零确诊。我们以前也很多次的零确诊了哈。那不过还是值得大家稍微高兴一下了哈。那总共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有124案解隔离4岁到8岁这种小的小于这种长度小于8公分、宽度小于12公分的小童的口罩未来我们就不在在药局里面来贩售。全部都到网络来做预购。咱来来关心讲，顶月日环保署内底有一个员工诊断确实得着武汉肺炎。这个礼拜一，煞搁有一个人员去病院找先生的是因为人发烧，去互医师吩咐讲，等着来验一下病毒咧。虽然结果是也唔知，总是目前环保署也已经要求机关内底拢总7个含这个员工有直接到的人员，拢着要在家来上班。即马进入环保署，除了量体温，更加爱挂喙罨。顶个月23号，环保署证实一个伫1楼秘书室上班的基层员工确诊新冠肺炎了后，相隔3礼拜，佮发生7楼总计处有员工到病院看医生，因为发烧，所方要求带院采检。虽然结果还未出来，不过直接甲间接接触的人有7个人，全部拢方要求居家上班。在医院门诊的时候就有轻微的发烧。那经过医院评估，就希望他留置医院采检。他是没有出国，那也没有到那12个我们称为密集的景点，是一个密集景点。环保署表示，这个去病院的员工提文件，和4个同事有短暂的接触。这4个人佮分别甲3个同事食中昼顿，其中1个人是水保处员工，虽然拢无算是密切接触。但嘛是爱谨慎来应用。另外，环保署嘛强调，署内早个已经全面启动居家上班、甲分流办公的演练。有这个疑虑的时候，我们就会启动居家办公或异地。因为我们是采高规格的防疫。如果说你今天是其中有一位是确诊了以后才采取的时候，可能他已经跟其他同仁又接触了。这个看医生的员工对主管表示，大陆冷气团来的时阵，厝内热水器故障，伊洗冷水，可能安尼来感冒。另外，清明连假捌去过11个人潮较济景点的员工，大约20几个人，嘛已经完成第1礼拜的居家上班。目前伫署内使用无同的所在来办公。有关进前确诊的员工嘛已经出院，但还未倒来署内上班。记者林俊美、谢基文台北报道。来讲，近来台湾送袂少水烟予世界各国，毋过用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载去到地，飞机外壳所插大字“华航”的英语名，今日也互人掠准讲，莫非这是中国的飞机载来中国援助的水烟呢？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讲，确实有必要表明台湾和中国无相共，是讲这桩问题也毋那华航有那尔，所以也有立委咧提议讲，咱国家对外翻译的名，都要尽量用台湾。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立法院进行总质询，面对最近台湾真积极伫做水烟外交，用中华航空甲水烟送去世界各国的时阵，其实面顶写的是 China Airlines， 开互国际误会讲是中国的援助，最近嘛引起华航敢是要改名的争议。交通部告知华航，以后运送物资的时候，上面有我们的国旗，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标志台湾，
这确实是应该要努力来做的事。这样的口罩当它抵达法兰克福、抵达这个世界的角落的时候看到这个华航 China Airline 的时候，国际社会还以为说这些口罩是中国做的。不过华航改名嘛，牵涉到国际航权的问题。有立委认为讲华航是国际民航公司，改名算是嘛，甲政治问题有关系。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较外中国迄边，到时阵一定会去封掉。所以 ICAO 是一个比 WHO 更 pro China 的一个组织，只是尊重华航而已。我想现在的我们行政部门那包含交通部，他们有各种方式在处理。民进党立委林美金顶前提案联署，认为讲政府应该随变更台湾对外翻译的国名，该号做台湾或者是中华。我也觉得民进党应该要修宪，直接把国号改成台湾共和国啊！台独党纲的规定就是这样子，那又何必拐弯抹角、遮遮掩掩、绕来绕去了呢？在起立法院针对追加1500亿纾困条例追加预算的修正草案进行党团协商，不过8亿国民党提案应该要分10亿现金，未得到共识。民进党团是要拼伫下晡3读。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病情是探甲全世界，嘛有真侪国家拢已经甲台湾开喙，望咱会当斗助掌管医疗的用品。外交部嘛宣布讲要继续销送600万剂医疗级的喙炎予外国，其中就有130万剂是要予瑞典、奥地利、有丹麦这的欧盟内底病情拖了真严重的8国。这正正就是要表达台湾 can help， 台湾会当斗相共这款心情。宣布。即将展开第2波的国际人道援助行动。那我们这一次会再捐赠给北欧及中东欧地区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欧盟会员国，包括北欧的瑞典跟丹麦，还有中东欧的奥地利、斯洛伐克跟斯洛维尼亚。另外还有跟北欧就是交通运输动线攸关的波罗的海相关的国家。因为病情4季度，欧洲迄边的飞行机帮当时减袂少，有的连陆路的交通也阻碍。外交部当时当咧含这个国家派驻台湾的代表单位谈合，望要设法紧甲喙炎一律送去到位。因为近来社会有咧议论中华航空公司改名的议题，那咱国的护照外皮也有英语的 China 这款字体来表示国家的名号，这敢也要改起来。外交部当时讲，各种主张拢总尊重，那证人确实有意向要改正，就会进一步来解决。台湾地动武汉肺炎的表现，世界各国拢看会到。当然国内也有真侪医疗卫生方面的团体，无分党派开始串联，望要争取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会员国斗支持，因为相信世界定着也真需要咱。人讲离饭壁，壁饭离，咱也真想要互众人知影讲，就接纳咱加入国际组织，台湾确实会当斗相共。谭德赛下台。跨党派也有各大医疗卫生团体共同发声，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落台，强调 WHO 受到中国的控制，甲防疫政治化，用尽所有办法，就是要打压台湾。Health for all, WHO for 台湾有错吗？谭德赛呢？他要负最大的责任。当然，中国是一个后面的演舞者。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A 每年拢会伫咧5月底卡刀开幕，不过今年恐惊有变数。台湾已经连续3年无受到邀请，强调今年也是会拍拼争取，互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A。美国也还有说欧洲各国，在我们口罩外交之后，还是有一个显著的外交效益在。别的地方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它有入场券，我们也不要说放弃。大前一阵谭德赛谴责美国甲疫情政治化，而且指控台湾对伊发动种族歧视的言论。传出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会伫咧后礼拜决定是不是要继续用金钱来援助 WHO， 或者是考虑成立新的组织来代替。到底是 WHO 需要台湾，还是台湾需要 WHO？ 我们已经从那个悲悯的一种悲情的状态已经走出去了，有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完全的来跟全世界各国来合作。台湾医疗卫生团体表示，台湾的防疫经验真成功，已经有8个国家对军伫咧合适。打台湾也主动分享也个交流即阵咱防疫的经验，强调台湾 can help， 台湾会使斗相共，唔是一个口号，全世界已经看到咱台湾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顶日美国总统川普开声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拢挖对中国去，佮讲有咧考虑暂时无要佮赞助因。一个经过美国的国会支持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坦白讲，
确实，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变作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工具。伊若主张中国会员国的权利应该就要暂停，美国也就要甲台湾斗争取加入去会内，抵挡中国春卡出手的影响力。 WHO 最近的争议不断，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发布一份报告，批评中国伫咧初期的时阵暗砍武汉肺炎的疫情，欺骗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目睭刻刻对咧行。 主管加做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工具，主张中国 WHO 的身份应该爱互停权 ，WHO 嘛应该爱随接受调查甲改革。美国应该爱拍拼，互台湾加入 WHO， 加做抗衡中国的力量。美国参议员柯顿认为，美国应该爱寻求法律的管道，互中国为疫情来负责。 Opening the court system up for victims of the virus, much like we did for the victims of the 9/11 attacks. 柯顿进前就捌呼吁美国应该爱随行动改变中国伫咧国际的地位，包括消灭伊伫咧 WHO 的地位，支持而且促成台湾加入 WHO。美国总统川普车闸就捌批评 WHO 伤过暗护中国，表示要考虑停止金钱的援助。不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敢若因为安尼态度就放软，伊表示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上大的贡献国，希望唔通停止资金的援助。The United States is actually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WHO. And I have met President Trump a number of times. I hope the funding to WHO will continue. And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is very good, and we hope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因若美国若是真正无要援助资金，敢会影响到 WHO 后手防疫的作为？谭德赛并无讲到这点。不过，即马毋若美国生气，德国媒体嘛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正做中国团话的人，呼吁民主国家爱团结起来施加压力，互谭德赛落台。另外，网友发起全球人数要互谭德赛落台，已经超过93万，离目标100万已经无远。若到100万，就会甲联合国请愿。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讲，即阵中国所派出来的战斗机再三驶过台湾四边的空中咧拍扣。早起中国海军新闻的发言人却表示讲，这是本地规年度计划内底就安排好的训练，含国际法拢无冲突。美国这边下早仔后派出飞机伫巴士海峡片面。学者是分析讲，两国拢是伫咧展示军事的实力。总是咱的国防部嘛讲，中国文攻武吓全然毋捌动战，咱会继续加强国防来应变。 战机对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起飞，亲像这款的训练画面，最近几礼拜出现伫台湾的周边海峡，为中国海峡、巴蜀海峡、到南海。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寿成第13讲，这是年度计划的行性安排，下国际法甲国际惯例。佢讲未来会固定化进行类似演训活动，提升作战能力。 对此，咱国防部表示，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吓无停过，国军会继续强化国防的力量。务实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中共持续对台的文攻武吓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国军会持续强化国防力量，完备各项的应处的作为，强化防卫作战的能力，确保国家的安全。那至于台海周边的海空基建的状况， 国军会运用联合勤监侦的系统，都能够有效的精准掌握、及时的应处。中国动作真多，美国提悬警觉，在南海继续监控。根据飞机首帮推特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海军一架 P-34反舰机14载起为巴蜀海峡飞过进入南海，这是对4月7日以来，美国军机伫1礼拜内第7架次出现伫南海。 对中国辽宁舰的固定化演训，甲美军的南海巡逻，学者认为真有宣泄意思。这东西当然就是说，某种程度会让台湾变成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嘛。那么，可是就是说，目前来讲，基本上都还属于势力范围的，就是在宣示这个势力范围。学者分析，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伫各国拓开，美国航母马强感染爆发疫情，中国军队所讲零感染受到各界关心。 伫这个时阵，中国讲辽宁舰会固定化伫台海演训，甚至有宣示解放军的军力伫疫情之下，军力并无减弱，引起大家好奇。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出来国外，咱先来讲法国下令禁止民众唔通出门行搭，已经将近要1个月。不过病情也是控制袂掂。但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就宣布讲，这条命令就继续实施到5月11日。 甚至伊也承认，面对这边的灾厄，法国确实还未准备好势。是讲还未准备好势，阁有英国这边。
但英国内医学专家伫咧警告讲，接落来这礼拜英国致病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继续加悬。累计感染超过13万人，死亡瓦群15000来法国是全球疫情第4严重国家。总统马克龙13指出，疫情还未受到控制，应当居家令到5月11。À partir du 11 mai, nous rouvrirons progressivement les crèches, les écoles, les collèges et les lycées. 马克龙表示，5月11日后，学校会渐渐开放，按个餐厅、电影院、博物馆也是会关起来。大型节目甲活动，上无爱到7月中日后才会开放，会扩大检查。5月11日后才有正常对检测。伊嘛头一摆承认，法国伫这场疫情中无准备好，造成医疗用品不足。Alors, étions-nous préparés à cette crise? À l'évidence, pas assez. Mais nous avons fait face. 那英国一天增加717个人死亡，总死亡人数来到11000多人，累计确诊瓦近9万人。不过，英国的防疫专家指出，再2到3礼拜死亡人数可能增加，再来才有可能会降低。There are, of course, unfortunately, many deaths that also occur outside hospital. We're tracking behind Italy. We're following the same sort of path. What do I expect to see happen? I think this week's difficult. I think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see a further increase. 意大利一天增加确诊1363人，是过去几礼拜以来上低。不过一天增加500多人死亡，比前一天的400多人死。美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7万人，23000多人死亡。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佮传出一个水兵伫关岛死亡。上严重的纽州4月12日过完节迄天，有671个人死亡，总死亡人数破1万，感染人数超过18万。That raises the death total to 10,056. Again, for perspective, 2,700 lives were lost in 9/11. 不过，古莫嘛讲，纽约过上困难的一礼拜，伊甲其他各位民主党的州长拍算中期经济恢复计划，对总统川普表示，联邦政府有权决定在美国5月7日复工。古莫讲，若是联邦政府要做一个决定，就提出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新加坡昨验出致病人数有386个，甚至这中间阁有将近100层的病例，为着症头的起因都找无。泰国这边虽然年度的盛会泼水节已经到，不过政府就管制大阵人集做伙，气氛有影冷冷清清。东南亚这个国家为着交换抵挡病情的消息，昨夜用网络联合10国的头人，阁有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袖，经过电脑镜头开会商谈。最近在台湾引起肺炎争议的新加坡，13暗官方公布新冠病毒确诊数量佮创下新高，一天挖近400例，佮拢是本土个案，其中280例，拢甲已经知影的群组感染有关系。嘛，互累计确诊数量挖近3000例，其中上大感染源也是外籍医工的宿舍，另外佮有94个人唔知影感染源。疫情的防控出现真大问题，嘛佮增加一个65岁死亡病例。累计死亡人数增加到9个人。13是泰国一年一摆泼水节，印尼万国拢是庆祝活动，真有过节气氛。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政府禁止大型的群众活动，万国街头人人清清，就连传统的拜会仪式拢该当伫厝内进行。会当讲是泰国半世纪以来上无人的新年泼水节。泰国确診數量已經破2500人，另外40個人不敵死亡。ย้ายวันหยุดไปเป็นวันอื่นแต่เราก็รู้สึกว่าวันนี้มันเป็นวันสงกรานต์มันเป็นวันหยุดยาว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ต้องอยู่บ้านนะครับช่วงนี้ไปไหนไม่ได้จริงๆไม่มีใครอยากเจอผมด้วยแล้วผมอยากจะเจอใครก็ตา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確診數量破4200例，另外400人死亡的印尼，在防疫期間為了嚇驚民眾莫出關，中部爪哇省特別車志工裝作傳統的屍體落架，在暗時巡邏。不過當地官員表示，一般民眾防疫觀念也是真無夠，這種嚇驚的效果其實真有限。馬來西亞則是研發出會當代替醫護人員的醫療型機器人，希望會當降低醫療人員的感染風險。因為疫情，延後到6月份舉行的東南亞國協峰會，為了趕緊交流各界的防疫經驗，這次舉行成立53年以來頭一擺線頂視訊特別峰會。會議由輪值的主席國家越南主辦，中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包括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南韓總統文在寅，嘛攏親身加入會議討論，分享防疫相關經驗。記者綜合報道。
转来看南台湾高雄市三明区这一间药局，民众用网络查落去，喙炎都要有1000外地的库存。结果入去要买，药师说讲开放咧卖时间已经过，明仔载就要量早。但民众自安尼通知卫生局，主管一个派人来调查。药师嘛表示讲真委屈，总无干那卖喙炎就好，生理煞拢免顾咧。我们每天是3点到5点，他们家不应该再排下来。你电脑还有，你电脑现在还有库存量哦。卫生局人员来到药局稽查，发现有1000多片的喙炎，希望药局会当继续来卖。抗疫期间一直徛在第一线发喙炎的业者，嘛希望民众会当配合体谅，想袂到双方的冤开啊！你的意思，电脑带有，我们不要活了，一直卖口罩，是不是这个意思？人家像我们到6点多要用餐嘛，就说那我们现在用餐要休息一下。对，那可是像我们昨天的话就逼着我们说，你要卖口罩，为什么不卖啊？你说真的药局一间药局，你说叫他一直持续卖口罩，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你们觉得这样正常吗？这间伫高雄市三明区的药局，搭一个药剂师，平常时老母会到顾店，骹手无够，虽然卖时间定伫下晡3点到5点，当日迄时阵已经是下晡6点外。虽然阁有村，暗过业者无愿意阁继续卖，民众无法度接受，甲卫生局来投诉。民众认为说，你上面既然写售完为止的话，那是不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健保的系统里面还剩下1000多片？那么为什么不贩卖哈？那事实上药局是说，我是从3点到5点是我卖口罩的时间，但是这剩下的口罩卖不完的口罩，我隔天再放在这个明天会继续的这个贩卖。高雄市卫生局人员表示，喙炎的新的制度，领的时间有2礼拜，民众唔免着急伫第一时间排队来买，减轻药局第一线人员工作量，互相体谅，才会当度过抗疫的非常时阵。记者陈一莹、陈显坤高雄报道。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是统计讲，目前台湾头尾已经有240间药局，甲卫生福利部申請，无要阁倒卖喙炎。花莲县内已经申请的是有7间，但这药局也已经拢伫咧门口打出告示来说明，总是去买无的民众，有人表示讲会当理解，有人嘛讲安尼行的是会较不便。为着提供民众买徛命济的喙炎，药师逐工拢爱用2-3点钟来包装。若是一个人咧顾的药房，根本就无法度兼顾配药啊。有的药师若烦恼配药会顶打去，因会用下班的时间来包装喙炎。已经手都麻掉。已经这样多久了？这样啊，从过年啊到现在啊。只有一个药师的话，真的还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在贩卖口罩。根据药师工会专联会统计，全国目前已经有240间的药房，甲卫福部提出申请，无要阁倒卖喙炎。花莲市有7间，拢总有5个药师甲2个药剂生提出申请。有的是年纪大，有的是因为不长期的这种业务太大哈，造成他不堪体力不堪哈，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承担这个业务。花莲县拢总有97间药房，目前1间药房平均配送200个喙炎，一天差不多有18000个喙炎会当买，要买喙炎也无算真困难，所以民众对这点看法是真无同。咱大家都皮皮错啊，天麦对百姓加迄个嘛是真不好啦。如果是因为身体或那个年纪的关系没办法，那我们就可能要考虑在有办法从事服务的人员来处理比较好。花莲县卫生局强调，无要卖喙炎的药局是伫花莲市吉安乡、凤林镇、光复乡、甲玉里镇内底部分的药房。北区的药房较侪是无啥物问题，南区偏乡的民众会当尽量利用网络来买喙炎。卫生局嘛会加开35个巡回医疗店来卖喙炎。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中市南屯遮一个做水电的师傅，昨一组掠6个工课当要收煞，结果入去到人厝内，厝主才讲，家己配合政府要求，当伫咧在家来检疫14天的期间内，这个师傅虽然感觉真袂安心，啊，毋过台中市的卫生局说讲，在家来检疫的民众若无踏出门，目前是无法律通好处分。挂 N95 的喙炎，陈姓氏虽然面已经出现喙炎的痕，不过也是唔敢摕落来，因为13接到客户的要求，去客户因兜掠漏，想袂到去因兜了后，厝主才讲伊当咧居家检疫当中。吃早餐，他都没有带啊。他已经第13天了啦，应当不会了啦，不会确诊了啦。要是有确诊，早就会发生了啦，已经明天就到期了，不会啦。
陈先生是惊一条，不过对方阁笑讲是第13天，差一角无要紧，互伊实在感觉真烦恼。伊讲这个居家检疫的处置，掠楼的工程已经进行一段时间啊，进前拢是员工去处理的，不过13伊家己去，加问了后才知影伊当咧居家检疫。即摆陈先生嘛爱自主健康管理，都惊影响到工课。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对处置这款的行为，还阁无法令通好裁罚。那目前法规只有针对居家隔离或是居家检疫的民众，如果出外离开家里面到外面趴走，定有罚则。那目前这个民众的这个情况，目前是没有法规适用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开罚。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民众伫咧4月初一登来台湾，居家检疫的时间到14，因为法规敢若针对居家检疫甲隔离的人有限制，这个处置无出门，所以无违法。不过，不少民众认为，伫咧防疫的期间，若是有这款的需求，也是爱先甲对方讲，互对方做防护，才会当降低感染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今仔日交通部针对观光旅游业发表第2回补助甲消透困难的计划。嘛有约束要来申请补助的业者是着爱继续经营，袂当裁员者。交通部就是有要补助这的公司，逐个月员工薪水的4成钱，佮讲倒若去申请1礼拜过，拍算就会当发落去到业者的手底咯。交通部通过纾困2.0，对观光产业展开第2波的纾困计划。以旅行业为例，总公司补助10万，分公司补助5万。观光娱乐业每一间补助20万，无头家的导游领队就要符合最近1年带团8团以上，总天数就要到40天，每个月会当补助1万，连续3个月。各类的随团服务人员就要符合最近1年带40团，总天数到80天的条件，每个月补助1万，连续3个月。另外，享受到旅游业关心的员工的薪资部分，就要是投保超过3个月的员工，而且全公司的业绩比去年同期衰退5成以上。公司因为疫情减薪无到2成，就当补贴每一位员工薪水的4成，期限是3个月。对人的薪资补贴，因为涉及到公司它提供的资料，它一旦申办，我们都会在1周内，来这个完成。交通部推出第2波的补助，自昨晚开始受理旅游业者申请。在国内上市的旅游集团公司，进前就发布内部的刊物，甲员工讲，政府的援助虽然会当暂时解决现主时所拄到的困难，不过面对疫情无法度看到底的情形，请全体同仁也做好上摆的打算。在目前旅游部门的收入归零，袂让这个人靠纾困。政府的纾困的部分，之后如果不做一些自救的话，因为营运的成本相当的高哈，所以不裁员的情况之下，你必须想办法去降低所有的费用，想办法去扭转一些新的营运模式，然后想办法去创造新的营收。伫咧做产业的外送，资金的主管也来支援。雄狮集团最近甲相关的子公司拢签登去总部升租金。面对疫情严重，政府的金援只是让小可指挥，旅游业爱转型自救，求生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近来各地方大细经诊所一来因为病情拖无效，患者减袂少，经营煞加减拢有困难。尤其防疫的医疗用品，佫也无像大病院遮尔充足。等到诊所医师出面，望讲政府都要加穿挂 N95的喙安，还佫有隔离衫，这款抵挡感染的装备，互因运用。嘛望讲诊所医疗免税额度会当提悬起来到85%，或者第一线伫咧拍拼的地方医师有佫较侪支持咧。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各人避免去病院，也互大型的医疗机构甲基层的诊所门诊量有减少。不过，伫咧疫情严重的时阵，基层的医护人员依然冒着第一线被感染的风险。不过，正少得到政府伫咧基本防疫物资的充足支援。疫情发展到可能是社区感染的时候，防疫要升级，我们的所有的装备一定要升级，包括 N95 口罩，包括护目镜，包括我们的防菌面罩。包括我们的隔离衣，包括整体的消毒都要升级。那这些东西是随着疫情来产生变化，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们足够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医生讲，包括防护面罩、防护衫，这个拢要家己穿，和基层的医护人员承受正大压力。我们还是要筛检很多的病人，
说我们的 N95 口罩这个量绝对是不够的啦。从疫情发展之前的20块到30块一个，现在已经涨到150到200，哦，所以你根本戴完还舍不得丢啊。隔离衣、还有防护罩、还有眼罩，成本一直在上升。重点是，像一个最简单的胃药，它可以上涨40%，原料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高血压药也都是涨了2成至3成。面对疫情长期所拄到的经营困难，影响政府建议，包括提供适合充足的防疫装备，也希望政府和诊所的医疗成本免税额度自80%提升到85%，同时成立医疗公卫紧急事件的防疫基金，和医疗体系面对突发疫情时阵，会当有充分的资源来做好第一线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遮有海山餐厅讲，一月你敢若店租就要18万。毋过厝主租金都毋减收，只有是加起紧加咧换卖便当，阁有替人送餐去到厝里，尽量占多。嘛有戏台讲，虽然已经采用坐一个让一个的梅花座，毋过票房共款嘛剩2-3成尔。自今日开始，只好是增加正路的甲爆米香，甲人送到厝里的服务，看会当增加寡收入无。中泡菜中岛进前无用得款料，但是菜色毋是手路菜，是一般的便当料理。疫情继续影响餐饮业，北市有经营30多年的海产餐厅，一个月租金就开18万，但是业者指出，厝头家无按算要伫这波疫情调降租金，所以干会当暂时转型改做便当外送。自从疫情影响的话，就是每个月、每天每况愈下，那晚上几乎员工比客人还要多，然后都是唱空城这样。那因为现在大家都防疫嘛，我们比较没有跟那个外送平台合作，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员送。说房东的话，我们不敢代表他本人的意思啊，不过他本身就是觉得说，他对于他这个店面的条件、地理环境。他觉得非常有自信，对，我们有跟他讨论看能不能至少5%或10%，对他不愿意降租。业者估计，一天的营收要有4万左右，才会当拍平租金、人事、食材、水电成本。改做便当比原本的餐厅内容更加辛苦，但是嘛，敢会当喙齿紧加力动落去。餐厅改送外送已经是这波疫情的趋势，但是连电影院嘛开始外送。北市东湖有影城观察到附近的主题区、学区有外送的商机，集市中岛开始外送爆米香、热狗堡钱的食食，互民众伫咧厝看连续剧的时阵，嘛会当享受到喜宴的食食。我们目前有观察到的事情是，在内湖、汐止或是南港的民众，也是他的长期的客户，他们大致上也会透过直接到影城这边去采买相关的像是爆米花商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外送的服务去跟这些客人去做一个媒合。电影院表示，最近的票房真凄惨，业绩敢若剩2-3成。好莱坞电影、铁档、白片、行销模式嘛会对咧调整，亲像最近针对日本动画等等的影片加强行销，互非主流的电影有机会伫这波疫情后更较侪人看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清明休假的时阵，分临北港的朝天宫妈祖庙。气候指挥中心立即提醒民众，要较警戒的留咧场所。这几日咧去参拜的人阵有影减少真济，庙边卖糕饼店头的生意，拍算嘛剩无到2成了。旧日3月小妈祖，原本往年这个期间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口总是人潮满满，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加上北港朝天宫日前被列为禁食景点，连带互香客减少，就比半周内店家生意大受影响。初稿的生意全部到2成，还真的是差很多，店家也是受影响啊哈。我就是买饼啦哈，我买饼来拜拜就买回去吃，还是一样照买。去年偌济，今年拢无人啦，清济溜溜，一寡西店你看嘛拢无，请妈祖嘛足少的啊。北港现象商家理事长陈伟任表示，伊无看过朝天宫挂香期间，人潮变啊听日少，其中影响上大就是糕饼业者，除了平时库存原料压力，因为买饼人客减少，原本订结婚的喜饼嘛退订超过6成，连续和大批的采购拢两边打击，互业者苦不堪言。所以它是靠游客的伴手礼来维持的话，所以只要是外来客降下来的话，它的那个业绩已经大降了。所以再加上说这些现在这个疫情上面的话，哈，几乎都已经没了，降下来也差不多9成以上的那个业绩啊。陈伟任就讲，往年每到旧日3月期间，每间至少拢有几十台游览车香客，
大批游客拢会买伴手礼来拜拜，但今年游客大幅减少，真侪店家当无人客，只会当透过网络行销，还是杀出优惠减少损失。期待相关单位的纾困，让业者渡过难关。记者为您报道。明仔载旧历就是3月23妈祖生咯。历史超过100年的台东天后宫，为着让信众是会当入去到庙内敬拜，今日特别甲服务台搬出来庙门外口，嘛讲会开始管制庙内大殿的人数，袂当超过100人，庙埕嘛袂当超过500人入去行搭。超过100年历史的台东天后宫，头一遍伫妈祖圣诞的期间进行人流管制，因为对内殿摆到庙埕强盗，即马敢若伫庙埕大布棚放60块刀啊，14开始管制。同一时间入去庙前广场限制伫500人以下，入去大殿控制伫100人以下，信徒嘛拢真配合。宫变到摆到外口遮，因下底人就去摆一个安尼。就配合现在的状况来做那个庆祝也很棒啊。台东天后宫表示，今年的妈祖圣诞取消各种大排场的法会甲暗会，嘛协助团体进香，由个别的信徒来替妈祖祝寿，而且建议唔免入去大殿，庙埕就有香炉，会当互民众插香拜拜。服务台嘛刷去外口，方便点灯祈福。若是关山的天后宫，是用更较保守的祝寿活动，由管委会代表参拜祝寿，避免伤侪人客做伙。晚年的绕境啊，还有祭拜的一些大型活动呢，都暂时停止。目前台东县也无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虽然妈祖圣诞期间庙方拢缩小规模，就是无希望疫情会摊开，嘛呼吁信众减少停留的时间，展现诚意就好。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美国甲日本上届新的研究发觉讲，本地伫咧预防落伤，就是海溪较区的卡介苗这款蛇，会当抵挡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咱国内医师也讲，那这是有影。因为卡介苗就是咧提升人体内免疫系统，这站中国是有专家咧预测，今年11月病情会搁严重大流行一摆。咱国内医师嘛赞成讲，那这是确实得对。做一档就让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美国甲日本上新的研究发现，会当协助人体对抗引发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且透过大数据模型计算发现。强制做卡介苗的68个国家，像法国、芬兰，武汉肺炎的确诊数甲死亡率拢明显较低。国内专家也认为，卡介苗会当帮助提升免疫系统，会当对抗无同的病毒甲细菌。你打过卡介苗以后，你的免疫反应整个会变好，不管对什么，不管对结核菌或对别的病毒，整个都会变好啊。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的先天性免疫反应。另外，有中国的感染症专家讲，今年热天。无可能完全清除新冠肺炎的病毒，而且预测后一波疫情应该伫咧11月份。对此，国内医生讲，新型冠状病毒也搁伫咧继续演化突变，甲流感的模式差不多。尤其伫今年秋冬，真可能是流感甲武汉肺炎疫情同时爆发，民众的防疫袂当放松。等到天气凉一点，你的防疫措施松懈一点的时候，它就开始病人又变多。那个时候大概是7、8月以后的事情了啊。那反正秋天跟冬天呢，基本上是会认为是一个高峰期啦。也是临床试验的药啊，瑞德西韦国外上新的研究报告讲，53岁短期并且有严重肺炎并发症的患者，使用药了后，有将近70%的患者病情得到改善。这份研究也包括咱国使用瑞德西韦9岁重症患者。未来临床试验若搁再扩大，台湾的患者也能接受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听讲有囡仔兄惊要互东盘议论，粉红色的喙炎煞唔愿挂。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但是中指挥官就带头规定拢挂粉红喙炎路面，但实际入去国校内底探问，确实有几个查甫囡仔讲较无爱粉红色。啊，毋过大多数的学生嘛讲，因拢知影，这站都爱斟酌抵挡病情摊开，有喙炎通挂，色地因拢袂去拣。就算讲教室内底真通风，小学生也是拢有挂喙炎。来看卖因的色水，有蓝的、粉红的，啊，佮有橘仔色的，佮有其他是厝里买的无共的花草。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拿到粉红色了，我觉得粉红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次出去领口罩的时候都是蓝色，然后就只有几次是这种粉红色而已。只要能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好的，所以颜色其实都不用去管它的关系。
甲爸爸妈妈做伙去药房买，有啥就用啥。一个汉草真好的篮球校队查甫囡仔，佮讲，即马防疫上重要，一直挂槟榔仔的喙暗嘛，毋是问题。不离个说嘛，查甫囡仔海头讲，伊无法度接受槟榔仔的喙暗。我喜欢紫色。紫色。那如果有粉红色的，你敢戴吗？不敢。平日的话，我是戴那个蓝色的，然后假日的话，我是戴粉红色的。有戴过别的颜色吗？有粉红色。那你对粉红色的接受度怎么样？不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我不太喜欢粉红色。校方观察，开学以来，各班囡仔喙暗的色水是五花十色，无因为性别转来有分别，或者是出现讲踢球的状况。高年级的学童来讲，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因为他们的这个性别意识或者是自主的意识是比较强，或者是因为同侪的关系，或许会有影响。囡仔人的喙暗色水引起注意，辅导组长讲，拄好会当趁机会甲学生讲，尊重同学所选的色水，嘛强调讲，喙暗是用来保护的，无代表你的性别甲个性，嘛当落实性别平等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就是因为有酒店的公关小姐验出治病，当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才要求舞厅、酒店这5、6场所拢得停困。不过，昨暗桃园市警方煞伫咧民族路遮查到2间有小姐人啊伫咧伴酒的 KTV， 同款开门做生意，即时下令铁门都要拖落来。县府这边嘛讲，若阁无要配合，上当会当罚到100万。铁门拖落来 ，KTV 停业当中，13暗起早查到桃园区民族路2间有女性伴酒的 KTV 点心店，还阁咧营业，当场下令停业。即届并无裁罚，毋过强调，若是阁去互查到有营业，相关会罚100万。那都属于八大行业，这应该是默默改变。这是消遣的地方吧？我是觉得禁止掉会比较好。目前还是防疫优先啦，哈。顶日酒店的公关确诊着武汉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的酒店甲舞厅要停止营业。各县市针对酒店、舞厅的业者认定的标准无同款，桃园市是严格来认定，要求提供男女陪伴服务的店头，要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2家小吃店形态的，因为有涉及有女陪侍这一类型的也要纳入啊，所以一样这个业者也同意接受这个规范，那这2家一样停业。经发局表示，头一届查到会先款多，若是阁查到有营业，会以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处5万到100万的罚金。呼吁业者伫咧防疫期间，自主暂时停止营业，避免群聚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活在世间，一人有一款的无奈。尤其伫咧共伴酒的小姐人啊，永早就有真侪台湾歌伫咧写即款风尘中的女性的心情。内底国情今仔日要经一条酒女哀怨，这条歌确实写起相当的好。咱做伙来欣赏歌词到底一字一句安怎样写。见面头一拍讲，自分一生歹8字，好花变成野玫瑰，异乡做着酒家里，已经过了2、3年。心稀微，暗伤悲，有时互人来藐视，目屎毋敢流出去，也着忍耐度日子。这条酒女哀怨流传伫咧民间，已经50、60冬的期间。作词作曲是张艺兴先生，伊毋若写这条歌，过去包含酒女梦，包含暗头啊水家，包含风流阿伯满地阿娘，这歌拢是伊创作的。伊的小弟张锦华老师。本身也是台湾歌内底足够作词作曲的名作曲家，伊捌写过《尖线情》，捌写过《男人情》、《女人心》这歌，拢是张锦华所创作。因一门拢是出名的音乐家。讲到这条歌词，你认真甲听。见面讲自分一生歹8字，好花变成野玫瑰。这句就是文学性的描写。尤其讲异乡做着酒家里，因为咱也知影讲。50、60冬前，社会无像即马联络遮方便，所以若要落风尘，拢是离开家庭，人去到异乡。过去也有一条歌说后家人生，共即个曲无共版的歌词，就讲无理解父母所害，才着流落下港来，运命歹，可比小船拄风台，就是流落下港落烟花这种的心情。啊，心稀微暗伤悲，有时互人来藐视。
酒女的哀怨，目屎唔敢流出去。尤其歌词第二拍更较感动人，原因为怎样会对着风尘，就是怨叹薄情的郎君，花蕊采了情也长，害阮前途打乌云，未得见着明月光。心忧闷怨迄阵，金言玉语来骗阮，今日才着换西装，伴客啉酒。化酒棍，你甲听这个歌词，家己在咧描写讲，害阮的前途大乌云，这是一种文学的笔录，讲袂得见着明月光。尤其歌词唱到后壁，才知影讲，原来是迄个可恶的男性，心忧闷怨迄阵，你用金言玉语来骗阮，今日才着换西装。啥做换西装？这民间一个故事，就是嘉庆君来到一个庄头，看到讲姑娘的西装遮水，煞对喙，甲徛伫咧路边，阿伯也问讲：当恁这个庄头小姐人啊，是你出西装，还是你落西装？这个阿伯也听唔对，讲哪有人遮戆？咧问讲咱遮是你出西衫，还是你落西衫？煞对喙，甲嘉庆君应讲：啊，当然遮是你落西衫。嘉庆君封底喙呢。人讲唔对，又哪听唔对，伊煞甲即个阿伯啊答一句讲：哦，啊若你落西装，小姐人啊虽然水，毋过无贵气。原来就是因为安尼，咱才知影讲，过去女性若你出西装，这是正常的家庭；啊若你落西装，就是风尘中人。所以这条歌词才会讲，今日才着换西装，伴客啉酒，化酒棍。连化酒棍这个镜头都甲写出来，你看这个歌词，真正文学性的描写，确实有影感动咱的心肝。过来，咱来讲，虽然台湾无法度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毋过成功大学者有教授参加 WHO 主办国际防疫的比赛得奖，互咱台湾的国旗也伫咧世界搁再来铺面咯。这就是成功大学自工系蒋英先教授所领导的一群骹手，研究出利用 AI 人工智慧判断肺炎的电光片，因为安尼来找出武汉肺炎的患者正确的比例，佫有大概9成，也来得到国际性的大奖，替咱台湾佫再拍出名声咯。点开 WHO 的活动网页，雄雄出现一个真熟悉的图样，是台湾的国旗，这是一个真珍贵的画面。成大主工系团队参加由 WHO 甲其他主办单位举办的国际防疫比赛。成大团队利用 AI 判读肺炎电光片的技术，成功缩短判读的时长，在1560个专案当中展现实力，摕到奖项变做台湾的荣光。在一片欧美国家还有全世界国家当中，台湾的国旗就亮在那边，我们非常高兴，而且心中感动的情形是无法用言语的。我们很高兴的，这次武汉肺炎有非常多人替防疫工作做了很多事情，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能够帮一点忙的话，这是我们最觉得骄傲的地方。台湾是上早对武汉肺炎事件的国家之一，所以成大团队伫过年之前就已经展开相关的准备。利用成大病院10多万张肺炎的影像当中，检出1000多张典型的肺炎样本，再搁比对台湾8张本土武汉肺炎的电光片，建立这套 AI 模型，同时搁甲各国的病例电光比对校正，调整演算法真侪遍，目前的准确度有92%遐悬，判读的时长嘛对40分钟，缩短到干那需要1秒钟。过去的医护人员要花很长时间、很仔细的去判断，那现在的这样子人工智慧的方式呢？可以协助医护人员，只要去聚焦在少数的可能的病灶区，去做人工专业的判断就够了。成大团队表示，得奖的关键原因就是其他团队搁停留伫概念的阶段时阵，成大团队的专案已经进入临床应用，搁再一遍显示台湾的防疫力量。未来团队嘛无按算要甲演算法商业化，决定要开放予全球免费使用，予台湾替国际防疫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公园，咱来看分林口湖埔北社区的路边，有一个摆档咧卖甘蔗的伊是30几年前嫁来到台湾的泰国人，今年都70咯。2冬前翁婿过身了后，伊就家己一个咧顾甘蔗档，因为办理台湾的身份证真高工，费用佫也无俗。一个嘛望讲有一日身份证会当办落来，正是来做台湾的国民。你有号吧？哦，你家的身份有号吧？
用台语甲伫咧路边卖甘蔗的阿嬷问好。印尼这个新住民3不5时，就甲其他姊妹专工口味车来，甲伫咧云林口湖乡埔北社区摆搭卖甘蔗的泰国籍阿嬷交关。今天是特别来看阿嬷跟阿嬷捧场啊，因为阿嬷也很辛苦，每天上班都会路过这里，然后看到她都很辛苦，在这里削甘蔗啊，她的甘蔗很好吃，然后我都会路过，然后来跟她买，跟她捧场。这个泰国籍的阿嬷叫宋马西诺，伊今年70岁啊，为泰国过来台湾超过30年。2冬外前，伊的先生过身，只剩伊一个人伫咧顾这个甘蔗担，一天卖9点钟，扣掉成本，差不多只赚500块。阿嬷讲日子虽然无讲偌好过，不过3不5时就有这新住民的朋友来相催斗相听，伊是真感恩。真欢喜的，人来买甘蔗。啊，你敢有继续想要留伫咧台湾？有啊，咱较方便用安尼啊，咱转去，咱也毋知要做啥物啊。宋马西诺阿嬷台语是讲了不了顺，伊讲伊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使摕到台湾的身份证，规划做台湾人。不过因为办理身份证的点数真高工，申请的经费差不多要3-4万块，怎无办？华山基金会志工希望大家若是有经过埔北社区，会使倒买，甲阿嬷支持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屏东县政府为着要保障较遥远的庄头，同款会当用到电，搁也顺续兼顾文化的保存。当时含关周边的部落合作，伫咧13间排湾族的石房仔厝的厝顶设太阳能发电的设备，一来无破坏到石房仔厝，无改变到部落的生态环境；二来也互部落有较侪电通好运用。马家乡排湾村的时代，同齐吟唱歌谣，欢喜要启用古法湾部落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聚能系统正式启用。古法湾部落演过是屏东大型的排湾族部落。有完整的石板厝群，不过因为交通、教育和医疗拢真无方便。民国63年转迁去马家乡排湾村，10多冬前莫拉克风台造成古法湾部落规个无电、无信号。发电机其实对我们来讲很不方便，有时候没有油啦，然后来这边就是要安静嘛，发电机又很吵。那太阳能你就放着，它就有电呐、让我们充电或者让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让我们方便，光亮这样就够了。当地族人虽望希望用无电部落来发展生态旅游，不过也是有用电的必要。官府为着保障族人用电的权益，兼顾文化生态，特地修复好的13间石板厝，到太阳能板和欠电的设施，而且部落内底的太阳能设备，总共若拄到风台也是做大水。要个会使刷去别位。既然要发展观光，那么可能基本的电力。族人为了维护当地生态环境，选择用太阳能来发电，和科技和传统共存。屏东古法湾部落的能源转型，也是绿电发电上好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中华新港的大同国校，这几年拢鼓励学生囡仔头前留好长，再搁剪落来送互遐个伫咧替治疗癌症的囡仔做假头毛的慈善团体。啊，这款安排嘛，互囡仔知影讲，若有迄点心，做善事是无啥困难。囡仔这徛几排，拢留乌心心的长头鬃。中华县新港乡大同国小的小朋友特别来找村长夫人，请伊免费替因家头鬃。囡仔讲，这头鬃有特别的用意。为了这一次的捐发，我留了2年的头发，为了就是要帮助那些没有头发的人，帮他们做假发。关头门互得到癌症的囡仔，唔拿大同国小的学生响应，小朋友也招家己的阿嬷做伙做好事。他就跟我说，回去的时候跟阿妈说，阿妈，我们学校要剪头发呢，也说要帮助那个有癌细胞的人，他们有做化疗啊，头发都会掉光光啊，他就约我再来剪了。我说好啊。新港乡大同国小为着要感谢地方对学生囡仔的照顾，邀请学生留长头鬃，村长夫人也免费做义工，替囡仔剪头毛。逐年拢有真侪学生支持，即阵就连云林县西里镇东南国中也做伙加入，和大同国小做伙替癌症的囡仔尽一份力。东南国中的姐姐们知道大同国小的孩子有这样的爱心，这次也搭了大同的顺风车，捐了32束的头发，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捐到彰化基督教切肤之爱基金会，希望能够带动社会
善的风气。一包一包整落来的头章，拢是囡仔用心计较，老爸我2年才有的心血。因希望这份小小的心意，会使帮赞做化疗的人，互因有水水的头毛，增加勇气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春天的天气快变面，咱来看各地头气温详细资料。北部21度到26度，中部这边21度到26度，南部23度到29度，东部21度到25度。金马平湖17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本人。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